100幾萬買翻嚟嘅，依家先60萬出頭就可以全款攞到啦。而且裝修咧仲有咗30幾萬喎，後裝單位嚟嘅，裝咗紗窗，高樓層可以睇到少少海景嚇，西南朝向，家私家電全部有齊晒，天花、地板、牆壁全部抌過重新裝修啦。104個平方，3房2廳2衛，而且咧贈送咗入戶花園獨門獨戶，呢個位都係俾你使用嘅。咁大個廚房做咗開放式嘅廚房，你中唔中意啊？餐客廳係分開嘅，呢邊係餐廳位，呢邊客廳位。先睇第一個房，定製嘅家私，定製嘅床，定製嘅衣櫃，視野非常開闊，睇晒山景。睇佢第一個衛生間，乾濕分離3段式嘅下洗手盆喺呢度。第二間房依然帶咗飄窗，裝修唔使講啦，粒粒靚。我哋最後嘅主人房，單獨嘅套間。然後咧睇花園嘅樓層非常好，鳳凰樓層嚟嘅。3個房咧其實視野都好開闊，冇咩遮擋，所以咧住起身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個單位咧位於4期梵高的海，目前售價60萬出頭就可以攞到咁靚嘅一套房啦，冇任何欠款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哋睇樓下，隨時都可以睇樓嘅。拜拜。